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的主，感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过的时间。当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安祝圣日，阮兄弟姊妹透过网络的直播，也是透过来到圣殿内面三家自治来敬拜你，恳求主你保守祝福伫所有的兄弟姊妹以及因的家庭，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每一个虔诚调记你的兄弟中间。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我因为忧闷，目睭较歹，因为对敌多，目睭花。恁做歹的人拢着离开我，因为上主听见我啼哭声，上主听我的恳求，上主要接纳我的祈祷，请咱来吟诗敬拜上帝。信诗24首。我心懊恼，志愿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咱同心来祈祷。信在，信在，信在，全能的爸，永远的上帝，创造天地甲地中的万项物。你的荣光充满天甲地，愿荣光归伫你。你的律法完全，互阮得到心的快乐。你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你的律例公正，互阮的心欢喜；你的诫命纯洁，互阮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是纯真，永远无改变。你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蜜比纯的香味搁较甜。律法互阮得到境界。有受你诫命的，就有大保守。世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阮无意中犯的过失，求你保守阮，互阮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阮，阮就诚做无通积极的人，袂犯同罪。上主啊，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救赎主啊。愿阮的嘴所讲的，合得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亲爱的主，经过春节的假期，咱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工作甲挑战。求你使阮凡事兴旺，身体健康勇壮。面对工作上的时常无闲。压力、甲加班，甚至忽略家己的身体、甲生命的健康，求主帮助阮有智慧的饮食、运动、甲工作，适当的休困、甲休闲，互家己的身体、甲心灵、工作、甲家庭的生活，拢会当健康平衡，得到健康勇壮甲希望。求你的圣灵充满阮，愿耶稣的性命伫阮每一位兄弟心内做主。愿耶稣的疼激励阮疼人的心，迫切为着也未得救的灵魂，以及刷落来要开始的幸福小组来祈祷。求你互阮合意的心以及智慧，互阮的幸福小组的安排合伫你的心意。有你的同在，阮所需要的同工，求你充足的来供应；阮所需要的各项文书，求你为阮备办；阮所需要的金钱甲餐饮，求你为阮预备。互阮所邀请的朋友来到幸福小组，就有幸福感，真心感受对主来听。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因主耶稣基督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继续来启印，启印文第49篇，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啉那着开钱买，袂食直个米。啉水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探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
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你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话唱歌金只。以前有漆白所在会发真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请咱来吟诗学了上帝，信诗505首，我要重拾，请大家坐咧吟。恭敬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
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训。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压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一个，家己一个伫忙，你若无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应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伫挂虑操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的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探伊的话，搁则安尼去行的人。这是要请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马大的侍奉。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平安！咱在座兄弟姊妹以及咱伫网络视讯直播这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一两天呢，咱的天气也非常寒冷，所以咱要注意咱家己的身躯，出外还是内底，咱着安尼穿好烧吼，安尼注意咱家己的身躯安尼。上帝保守咱伫这寒冷的天气中间，搁伫这疫情安尼真大生团的时阵，上帝保守咱平安，互咱得到照顾。互咱兄弟姊妹，咱家己本身嘛要照顾咱的身躯、咱的心灵，拢会当得到健康。咱三甲祈祷，上帝啊，来到你的面前，这是真大的欢喜。无论是伫在座位，伫教会会堂内面，还是阮无方便出外，阮伫厝内底，阮拢会当伫你面前有一个真安全。有一个真安息、平安的心，就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所以这个时阵，当阮亲近你，无论伫什么所在，主啊，你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嘛甲阮三甲同在，进入阮的家庭，进入阮的周围，伫阮敬拜的时阵，阮的心全部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亲近你，这是非常通欢喜的一项事。也伫亲近你的时阵，阮知，阮有主耶稣基督陪伴伫阮的身躯边，照顾阮、帮助阮。有时无论是阮伫工作，无论是出外做任何的代志，阮的心思、阮的意念，拢知主你伫阮的身躯边，甲阮照顾。感谢你。伫这寒冷的天气，我嘛恳求主耶稣基督，你真正甲阮三甲同在，保守阮，无论是出外，无论是厝内底，拢会当得到平安。感谢你是阮的主，感谢你，互阮成做你的百姓，安尼有主你通亲近，阮的心安全自在，出入得到平安。透过今仔日的信息，过来提醒阮，常常到你的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咱知影前，这台湾的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先生若是做生意，也是安尼真够交陪这朋友，就常常伫厝内底请人客。那太太呢，通常拢伫厨房内面负责这煮这工作，然后先生呢，就教这人客伫客厅。就是饭厅安尼讲代志。现在咱社会，阿某可能两个人拢咧工作，较无法度时间有煮食。用餐的时阵，会去餐厅食饭。不过呢，嘛常常会邀请较至亲的这个亲戚朋友来厝内底食饭安尼。这种情形，多数这个家庭伫迄天。厨房煮这工作，嘛是太太来做。那当然，咱会分工，先生大先会去安尼帮忙买菜，还是食饭煞时阵，人客离开，斗相共，洗碗啦，整理厝内底。有时我嘛受邀请去到朋友的厝内底，甲因做伙食饭，嘛足期待讲安尼女主人爱当做伙食饭
搁做伙讲话，做伙交陪。但是呢，常常女主人拢会安尼尽力煮上介好食物，安尼真无用。常常咱听到啊，你先食，你先食，哦，我甲你较咧过来，啊，还佫有几项菜还未食咧，还未煮咧，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呢，拢尽量会当摆出上介好食的饭菜，来款待咱的人客。款出来时阵，即马有当时个茶叶特别推荐，迄是啥物物件啊？安尼，先生也较高就讲，吼，阮太太做好煮食，吼，阮太太做物件做好做好安尼。所以呢，人客伫客厅讲代志，伊伫厨房无用，菜安尼一盘一盘出。可能即种的心态、即种的情形，咱做太太的人，佮较年长的这些姊妹，老有共款的感想，咱交代上好。所以呢，因来看大家安尼食了真欢喜，受大家肯定，伊就有即种的真满足感，即种的成就感。我顶礼拜倒去屏东，先我去到高雄拜访一位教会的长老。伊4年前呢，对台电退休，我去，互伊请领导食饭，是伊咧煮。伊讲这4年来，退休了后，厝内底买菜、煮饭，拢伊咧负责。我对太太讲，你即摆做迄个夫人的安尼少奶奶呢，安尼拢煮，伊都爱煮啊，伊做到足欢喜的安尼安尼。这嘛是我的计划。过去拢无啥咧煮食，但是希望我若退休了后，会较侪时间，伫这厨房内面，会当安尼计划煮几项安尼好的菜。有的人因欢喜煮食，乐在其中；嘛有真侪丈夫因真爱煮食，乐在其中。甚至我听讲婆媳、大家新妇吼，拢咧争取这个厨房的主导权，有没有？紧张关系。有一寡对推动这个妇女运动的人，因为讲厨房煮食吼，这是对妇人人压迫然后是贬低女性的价值安尼，所以嘛对这个角度来解释咱今仔日圣经，讲好，咱在争取女性的自主权吼，互因离开厨房安尼。姊妹，有时我感觉这是较曲解圣经的主要意思。因就感觉讲马大伫遐煮食，就是受传统约束压迫安尼。玛利亚是突破这个传统，这较现代化安尼。我想这毋是咱今日所要解说的一个方向。我相信这也毋是圣经原来一个本意，因为煮食这项代志，大家做了欢喜，嘛有成就感的真多。伫古早伫中东的地区。接待人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代志。今日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记载，主耶稣基督甲伊学生来到伯大尼庄头的一个家庭，这个女主人就是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还有一个小弟纳瑟罗。因接待主耶稣基督来到家己的厝。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伊讲伊接待耶稣基督到伊的厝，但是伫一般的情形内面，伊阁有真侪遮的军队伊的学生，所以嘛可能是耶稣一个，嘛可能是耶稣甲伊的学生拢做伙来安尼。无论是几个人，马大伊认为伊是伫做一项真神圣的工作。也照当时传统社会观念，伊最应该做的代志，接待人客，备办丰盛的饭菜。愈丰盛，就表示伊愈热情，会当表达这个对人客较大的一个敬意。伊认为主耶稣基督有这个需要，伫奔波咧传道理的时阵，互伊有好的食物。会当加添伊的气力，所以伊尽真大气力接待责任。咱毋知马大到底要接待偌济人，有到底偌济煮食的工作需要会去无用？但是咱看见，这个马大为着这个代志，非常操烦。当时犹太人一个传统，只有男性会当进入到会堂内面，伫这公开场合。这讨论真侪这个问题，
女性呢，通常伫即个会堂的一个较偏见的所在吼来敬拜安尼。我咧捌去进入到即个进入到清真寺内面，哇！即个大厅内面、大个空间拢是男性，女性是倒位呢？细细间仔内面，还佫有安尼围篱栅咧，安尼吼，啊看有，敢若看无安尼吼，拢即伫迄个较偏僻的所在一间来敬拜。过去的传统内面，厨房属于女性，客厅的活动属于男性。但是即个玛利亚拍破即个传统，参与伫因中间，即是主要所基督的骹前听迄个教示，即是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图画，即个当时的情形。马太为着准备接待主要所基督，可能包含即群人。毋但伫厨房内面接待工作，还佫有侪搭地的代志。然后伊就心内压杂。华语圣经内面讲到伊的心烦意乱，压杂，心烦意乱，这啥物意思呢？我相信咱大家拢有共款的即个经验。代志若做的时阵，咱的心情就安尼受到真大的妨害，受到真大的控制。咱的心思、咱的情绪，安尼真脆弱，安尼无迄种做这代志，心内真乱，安尼像无头苍蝇共款，无法度去掌握这个重要的代志，也无法度去管理整个做代志的次序，心烦意乱、忙乱，代志真多，心压杂袂定，无法度思考，安尼。所以伫这情形，情绪就真容易受控。我相信咱大家拢有这种经验。这就是马太迄天咧接待主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的时阵所拄到这个问题，无用压杂，情绪失控，所以呢，马太后来就爆发，然后进入到客厅内面，向主耶稣基督提出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无公平，安尼。这个诉求是针对这个玛利亚所讲的，伊的小妹。有一本的圣经真浅白来翻译。安尼讲，伊对个主耶稣基督讲，我小妹永远坐伫遐听你讲话，无尽伊应该做的责任，来伫厨房内斗相共，放我家己一个伫遐咧无用，做所有的代志，你感觉安尼敢有公平？安尼，即门对即种的表现诉求，我相信咱常常拢有感同身受。这就是马太的迄阵的心态，代志多，尽本分，劳碌无用。但是玛利亚敢若坐伫遐，无你来到厨房，小我问一下，这敢有需要我斗相共？连问都无问，坐伫遐，你敢有这？会不会让人很气安尼吼？这是一个诉求，无公平。这毋知你有捌讲过即种共款的话也无？是你心内常常浮现即种的心态。真正你无用的时阵，心情就压杂。我若做牧师的人，我嘛会比较偏偏是牧师拢是上帝的奴仆，为什么有一寡牧师就悠哉？常常都听伊讲咧泡茶咧甲人讲话安尼。我遮尔无用，受分派遮尔职务，这敢有公平安尼？如果教会若有几个干事，有几个牧师，是办公室内面，亲像咱家己咧上班的时候，有几个同事，咱心内有一支无形的秤头，一直伫遐咧衡量、咧判断、咧比较，这工作分配敢有公平，敢有合理，薪水敢有公平，所得到的年终奖金无共款，安尼敢有公平？有时我付出遐尔侪时间、遐尔侪努力，常常去互忽略，无受到注意，无受到重视，无受到肯定，无接受到相对的回报，安尼讲有公平？安尼，所以咱常常的诉求拢是安尼，公平无？这是马太伊的心态。我伫遐无用，但一人伫永远坐伫遐，安尼敢有公平？所以呢，最好伊是。教我做共款的代志，
付出同款的努力，甲我同款遐就无用，会当减轻我的重担。若是有公平时阵，我就免遐劳碌。若要无用，大家都无用啊！啊，若要休困，大家都休困啊！吼，较有公平啊！吼，遐是因为伫这比较中间，咱认为一切作者拢无公平，照咱的凊头去判断。第二个诉求是针对主耶稣基督，伊对主耶稣讲：“你哪会无要紧？”华语讲：“你不在意吗？”我遮尔无用，但是有人至心度我，啊，即种的代志无公平，你敢无要紧？你任凭即种无公平的代志发生存在啊无？你敢无注意？敢无要紧？我是伫厨房的工作，为着你准备这个代志。你敢无注意？我遮尔无用吗？那常常对上帝。有即种的诉求，也是对咱的顶司有即种诉求。我的工作，我的财务拄着真大的困难，你敢无要紧吗？主啊！我现在伫患难、伫病痛中间，我向你祈祷，你敢无要紧吗？我向上帝迫切祈求好的事，但拢无得到回应。上帝啊，你有要紧我的祈祷啊无？有时咱就受到委屈，上帝哪亲像无插伫内面，也是伫社会世界真大的混乱的时阵，咱嘛希望讲咱会讲过着一个平安，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和平的日。咱心内拢会对上帝产生这种疑问：上帝啊，你敢无注意？你敢无要紧？你不在意吗？为什么这个代志拢发生？你有安尼问无？对上帝产生这种犹豫啊无？主耶稣基督回答，甲咱一般所想的完全无共款。伊讲马大，你认为厨房的事是上界重要的事，你认为食食是我的需要，但是我认为较要紧的事只有一项，就是就近我，来我的面前听我的讲话。这才是我感觉要紧的事，甲主的关系。比食食较重要。马大，你为着较次要的事，做代志，安尼踏地的代志，挂如超凡。但是我感觉玛利亚伊有较好的选择，较符合我的心意，较符合我的需要。你认为无公平的代志，才是真正重要的代志。这是主耶稣基督伊的回答。我毋知即个马大听了后，像心态怎样？后摆有几遍咱个讲这个代志，我真的心里可能不干了，我所以这是一种的较情绪化的一个选择。当人回答你安尼时阵，安尼无用啊，无重视，佫无重要吼安尼。所以咱认为无公平的代志，耶稣基督认为较重要。我相信对咱是一个真种观念上传统观念上的一个打击。这是马大伊的服侍所表示的一个意思。照着传统的经验，照着咱家己的看法，照着咱家己的认为，咱咧无用次要的事，要针对这个代志的重点。咱要事先理解主耶稣基督伊的心思意念，甲真正的需要，甲服侍的目的是啥物？家己无用，淡仔到心烦意乱。所以呢，马大伊做真侪伊认为应该做的代志，也为着这个代志呢挂如超凡。咱要问的一个关键就是安尼：啥物是应该做？马大伊服侍是出于好的意思，但是这是真盲目的一个无用。所以有一个达区习之牧师安尼讲，伊讲马大工作吼是为着侍奉主耶稣基督，无毋对，嘛是出于好意。但是呢，为着主耶稣基督所做这个出于好的意思，
真纯洁的事奉，嘛会可能变做拖累咱的重担，互咱空空着磨。这就是阮家己咧服侍，阮家己做牧师的人，常常嘛安尼心烦意乱，照无用，做这代志安尼。通常呢，有时我若半暝安尼，12点、1、2点，伫遐咧写这工章的时阵，感觉讲，哪遐无用安尼，做牧师哪遐艰苦安尼。都逐礼拜拢到迄时阵安尼，一时就安尼一个敲电话咧，要探访一个，开会咧，做这代志，心拢定落了，拢是暗时，愈暗愈安静的时阵，靠我做这代志，较艰苦安尼。兄弟姊妹，心烦意乱，应该做的代志，虽然是真纯洁一个事奉，嘛会可能真做拖累咱的重担，这就是马代。所以，如果若是换一个处事，问主耶稣基督讲，主啊，你需要啥物？主，你认为要紧的事是啥物？主，我着爱做啥物代志，较是正确的事。咱无用嘛，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甲价值啦，是毋是？安尼，袂当像无头苍蝇共款，都无用，咱有要愈无用愈怨叹，这就是马代。服侍以前，可能甲主耶稣基督较亲近的时间，然后来听伊的话，祈祷，然后咱感受到底主所爱是啥物。可能伫迄个时阵，主所认为重要爱的代志，就是你来到伊面前来亲近伊，听看觅，听伊的声。有一遍我去安尼病院看医生，这个病院内面就是讲，这个医生甲这将这个病人坐伫遐讲话你若诊断，你就坐伫内面，等伫边仔等安尼这意思就是讲，伊了你马上接落去。我就坐伫遐听你讲话，迄阵李恒成感冒真厉害安尼，所以呢，大家若来诉求拢差不多。喉疼啦、上呼吸道感染啦、流鼻水啦，啥物货呢？所以这个病人坐落去要甲伊讲话时，医生就开始写，安尼开始写感冒流鼻嗽喉疼安尼。问了后嘛，差不多写好啊。照过去过来的拢是安尼，传统就是安尼。医生来讲，拢毋是。我就安尼困袂去，心情郁卒、操烦，看咱开啥物药互我安尼心情较袂遐紧张的要，医生全压一个安尼啦，压一个，拢毋是哦，然后就开始画掉安尼。因姊妹，这就是我咧看笑咧拢毋是这个医生的表情足趣味。因为真正就是讲，你拢无了解代志，你只要你家己想的，只要你家己看你的需要就是安尼，我开药互你，就是你爱需要安尼所以结果发觉拢毋是，你得先听这个诊断较知影到底伊需要是啥物，爱咱开好的药针对伊的需要。所以呢，迄就是咱真侪问题，叫咱家己想的。这不就是你要的吗？不是。我为着你做较侪代志，你拢无哪感觉，这是你家己想的你会感觉真挫折。这个今日咱真大问题，这也是马代一个问题。马代的问题，毋是马代的问题，甲马利亚问题而已。马代的问题，伊的事奉毋是甲咱厨房，也是客厅的代志而已。这也毋是男性甲女性的代志而已。这也毋是牧师甲平信徒所拄着的代志而已。兄弟姊妹，马代的事奉代表咱众人拢会拄着，发生伫咱中间的代志。咱的生活、咱的工作，各方面拢可能同款的问题，所以咱都要停落来，安尼小可想看觅。有审查两种的环境，因为主耶稣基督捌讲，若是劳苦背重担的，就拢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爱咱来所做，来到伊的面前得到安息。但是呢，如果咱无得到安息，反倒转咱是安尼非常操烦，非常劳苦，可能甲咱主耶稣基督对咱的一个好调，就完全无共款的。伫以赛亚书讲一项，恁只有归向我，伫我内面安息，
才会当得到救。你着安静伫我面前来信靠我，安尼恁才有气力。但是呢，后壁佫讲，但是你着无愿意来啊！你着安尼走总，你知影无用，你着感觉讲我着无用，安尼走总，安尼才会当完成一寡重要的代志。但是主要所基督讲，恁为着安尼，所以恁安尼操烦、地代志做劳苦。我的意思是，恁着来到我面前得到安息。所以伫咱生活中间，所以咱去比较看觅，到底咱是亲像马仔共款所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心烦意乱。是咱伫主耶稣基督面前安息。有一个调查，就是讲对这个女性一个调查，对伫现在差不多6、7成，若较少年，拢差不多安尼，拢职业妇女咧工作。当然，因的调查讲吼，这个妇人人当然比先生比较起来会较无用，工作转去了后，安尼继续做这个厝内底的代志。外口的职务愈悬，工作责任愈大，付出愈多。然后下班了后，无马上休困，佮开始款囡仔代志啦，照顾先生啦，做这个代志吼，安尼无用这一切。所以有一寡人伊嘛讲，反正讲，我嘛是要亲像玛利亚共款，坐伫耶稣的面前莫亲像马大，但是无法度迄个代志吼，无法度操完这个代志。先生也无一定来斗做，若先生较现在好男人，他可能来斗3工安尼，拼粪扫啦吼，是讲逐日洗碗啦吼，是逐日款一寡物件，收衫、披衫拢会使。无数的工作嘛是共款，教会会友若愈多的时阵吼，就安尼代志愈多。教会会友的代志，问题真大真多安尼，足多安尼。所以就是像着共款马太内面圣经内面所讲的，代志多，就操烦郁尽。我毋知你家己本身怎样，现在你可能是较少年，甲我共款，甲真侪人共款，中年囡仔功课无用，家事搁咧工作。这个代志，互你感觉讲我亲像马大安尼共款，无用这个代志拢应该做。但是足侪应该做的代志，心烦意乱。这篇的讲道嘛是我家己安尼反省，我的服侍敢是真正有亲像安尼，心烦意乱。主要所基督坐伫客厅，伫遐听候咱。通常呢，咱嘛知影主要所基督坐伫遐，但是咧来感觉讲应该做是伫厨房内面啦。我都真热闹，真拍拼，温群做工，所以见摆若行入来时，拢直接经过客厅，经过耶稣的身躯边，然后直接入去到厨房内面，你安尼无？所以你我听到主耶稣圣经内面所讲的，是无说咧讲你常常亲近上帝，我嘛知啦，但是迄个代志是应该做，拢伫遐。所以咱直接经过客厅，进入到厨房内面，咱无用时间坐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咱直接去到厨房无用，然后伫遐怨叹说安尼无用，操烦、心烦意乱安尼，然后厝内底气氛就无啥好。意思有时阵我家己嘛爱反省，要来完成一个重要的计划，要来完成一个神圣的事工，要来服侍主耶稣基督。但是服侍愈济，工作愈济，做袂煞，心烦意乱。马大，我较生活是马大，我嘛较爱做马大，我的生活足像马大，安静袂落来，我都亲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姊妹，有时咱的特质是安尼，代志做都无做袂使，都心烦意乱。但是有一寡人的个性。本身就是安尼，做到为着大细代志操烦，较够操烦。无论是怎样的情形，主要所基督伫这个所在，拢对咱发出一个呼召。现在要进入到厨房以前，先来客厅坐一下。甚至有当时上厨房的代志，先放下重要的代志，先来就近咱主要所基督。上帝看重咱甲伊同行。同徛起，而且讲
就要歇困，知影我是上帝。主耶稣基督顾念咱，伊第一，看咱代志要紧，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是日日顾念咱的上帝，伊拢知，伊要紧咱的代志，要紧咱的问题。但是有时阵，咱选择活伫马代的即种的世界，活伫马代的一个生活甲工作一个方式。圣经内面讲到，工作爱有时阵啊，敬拜爱有时阵啊，无用爱有时阵啊，歇困嘛爱有时阵。避免马代心烦意乱，耶稣基督呼召咱暂时就离开这个厨房，用一寡时间来到客厅，甲主耶稣基督坐做伙，安尼才会当显出咱的信心外壳，会当避免马代事奉。咱有3遍的讲道来讲到，第一就是讲到马代，第二要讲到玛利亚，第三就讲到咱怎样伫咱无用的生活中间有这种平衡的生活。那所以呢，恳求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真千千百的一个事件，互咱学习来看出判断，咱是马代，避免马代，学习玛利亚，甚至倒变过来。有时阵，咱伤过像玛利亚，但是咱失去咱应该尽的责任。安尼，咱要怎样伫马代甲玛利亚这两种的特质的中间，有一种平衡的生活？所以，透过今仔日咱所分享马代的这个事奉，咱可能避免亲像伊共款心烦意乱，咱会当安静伫主耶稣基督面前，这是看重要的事。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你怜悯阮，就今仔日所发生的事，遮尔生活性的这种的故事，记载伫圣经内面。虽然是一个真平常，真生活性，但是这中间包含真深这个道理。这也是讲出阮每一个人所拄着的事。讲出阮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性质，亲像马代共款，阮大部分的人拢亲像马代，所以恳求你，互阮会当安静伫你面前，安尼，阮做主耶稣基督看做要紧的事，会当对着亲近你，我会当重新得到快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进道，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信诗492首。主，当我有快乐的时，请大家起立。
请坐。请因奉。这时候我们要请那个到3楼地方，请那个永国老师还有陈启运到上面来，我们要进行就任的事。请因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咱来吟圣诗382首，请大家起立。请咱压头来祈祷。天阮的天父，感谢你今仔日伫风雨、天气寒冷的时阵，搁一摆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侍奉敬拜你。主，你赐阮才能，互阮每一个人伫社会中贡献阮的能力。主，你带领阮的脚步，固守阮每一个人所做所行。主，当阮今仔日奉献淡薄仔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感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举行这个机构首长的就任。咱伫去年1月23的时阵，咱已经举行大部分这个同工的一个就任。所以这是咱要来补就任来为着几位迄天无法度出席的机构首长，这个举行就任。这是请永国老师来到头前的所在，还有启运来到头前的所在。郑永国长老，你要领受助理2校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出自上帝的召命啊无？陈启运，你要接受少年团契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要领受这个职，是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约要安尼行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东会小会官兵，接纳你郑永国长老做助理2校长，陈启运陈启浩弟兄做少年团契会长的责任，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会长请起立，咱为着来祈祷。主啊，今日正来面前，郑永国长老以及启浩，因要担任助理2校长重要职，以及少年团契重要会长重要职。上帝啊，这是出自你的竞选，人看做是好，接着上帝你的意思，因担任这个职务。所以为着郑永国长老以及启浩来祈祷，上帝啊，竞选因伫这个职务中间来担任牧养的职，来分担伫这个牧养的职。上帝恳求你的神甲伊相合做伙，主无论是伫因性命成熟
来尽责任，来影响、来起造、来建造众人的性命。其后，伊伫成长过程中间，愿意伫这节目内面来学习、来成长。相信上帝啊，这是出自你好的旨意，你负因的责任，互伊会当尽因伫这个机构首长的职分。上帝啊，透过因所做的工，因本身要得大的利益；透过因的服侍，要互众人得到利益。上帝啊，也要互你的教会对着因安尼得到帮助。感谢上帝，你的恩来甲杨国老师以及七号三堂做伙。相信上帝，你是因的主，你是因的头，你伫因的服侍中间尽心尽意。然后，上帝啊，你互因伫这节目中间来得到大的福分。感谢主，你愿意选择人来甲全能的上帝相同工，安尼来体验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快乐。主，你听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会众讲阿门。好，我们拍手来鼓励他们来伫这节目的中间。感谢主，会众请坐。即时来报告。第二点，今年是马偕牧师来台湾宣教150周年。北部大会有举办各项的庆典的活动，预算是1040万，请兄弟为着这个事工来奉献。奉献的地仔有放伫本州的州报的内页。本会3月要正式推动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咱伫1月时已经开始幸福小组的事工的训练。本主日训练的时间是下午的12点半，地点是607的教室，有准备午餐。文图培育组的事工，2022年的领袖的心长的课程要准备开始啊。主题是每一个人拢有影响力。时间是对3月开始，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的礼拜3，伫教会的7楼。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因应疫情的发展，配合中央的防疫中心的政策，本会的措施如下：主日礼拜维持实体加网络的直播，团契甲小组会当家己来决定聚会的方式。咱次日教会参加聚会，请大家来遵守实联制甲防疫的措施。咱伫教会用餐的时，应该维持适当的社交的距离，嘛应该减少彼此的交谈。教界消息，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北部大会有举办庆典的活动。咱公园教会有鼓励会友报名3月6号上午的联合庆典的礼拜。下晡伫台北有半工的旅行。新德中会有补助游览车1万块。报名时间是到2月23号。上线来是咱伫1楼门口这边有桃园市青少年的宣教关怀中心，陈思荣团队有伫遮卖伊的家己的册吼，咱兄弟经过迄边的时，有兴趣的时，会使家己看一下。以上。
报告。针对这个报告呢，佫有几项补充吼。所以咱今日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咱马偕内台150周年这个系列的这个活动来一个奉献吼，一寡是经费吼，这就报伫咱的中间。迄个疫情有小可较放冷吼，所以呢，咱会当伫内底食物件。最好呢有一个安全距离啦吼，这个是安尼吼，避免交谈吼。过去几礼拜是拢禁止伫内面食食，即嘛小可会使吼，所以咱但是也有一个距离吼。所以若是咱有讲原有迄个待定便当所以兄弟姊妹若有需要时，咱伫内面来用。特别讲到即个马偕内台宣告150周年吼，这是大一个庆典啦吼，所以咱伫即个公布啦，即个中间会当看到这真侪活动，伫遮有顶出来咱2项，就是3月初5有一个青年的献身会吼，第二就是即个3月初6的即个联合的一个庆典礼拜，这个庆典礼拜是希望讲，北部4个中会，就是咱7星台北新竹甲东部中会。所有教会兄弟姊妹拢去参加，这是台北市这个和平篮球馆，这会当坐6000个，2场达12000个，所以进前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是真烦恼啦，这报名确实有限，但是兄弟姊妹若是要去的时阵，应该是有照常举办啦有要邀请咱的首长，甚至总统府遮的首长来参加可能会出席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大一个盛会，咱兄弟姊妹尽量会当报名。咱1楼遐有这个报名表，所以你若要去，咱签一下当然这是半工的一个庆典。另外下晡咱会当做一个安排比如讲即马是一个士林官邸，听讲这个郁金香开得真水真普遍无嘛咱去这个。阳明山即马咧花季想要做这个安排所以咱兄弟姊妹若要去时阵有安排这个游览车。是咧中会特别，就是讲游览车拢会补助1万块所以咱尽量鼓励咱参加来这个盛典。当然咱3月初6教会遮游园有一个礼拜毋是大家拢会去可能一部分的人。安尼咱教会共款维持咱的礼拜这是这个补充的报告。特别咱要介绍陈思龙传道，陈思龙传道，陈思龙传道呢，是虽然有安尼脑性麻痹讲会较袂但是伊所努力逐年拢有出版册，写的册足多安尼，伊是台德学系安尼伫即个写册文具也是即个整个事工。拢参与真济，超过咱正足侪人会当做所以呢，这个伊毋是来卖册而已啦因为讲到就是伫每年有一个活出生命的色彩的报道会这可能是小巨蛋举行甲教界真济遮的团体做伙合办所以卖册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但是主要目的呢，就是会当推动这个。整个这个福音的事工所以咱伫1楼时会当看伊真侪这个出版的册会当买转去的所在非常欢迎陈思龙传道来到这个所在。以上补充报告。请咱三家来吟，祝福查恳的是。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今时煞要请黄牧师来助导，请大家起立。
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会想到的，为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三甲伫地。阿门。